歡迎嚟到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嘅第10集。經過前面嘅學習咧，對上帝仍在管理、以神為本嘅管理核心價值同4大嘅原則之處有點印象同埋了解啦。咁咧呢個咧都係開始建立基督化管理一啲嘅基礎。今集嘅題目係三一上帝嘅管理嘅第一部分，永恆嘅一致性，係想提升到一個層次，做一個整合問一個神學嘅問題。好多個信徒一聽到神學咧，就覺得同自己冇關係，唔知道內容直覺就覺得難啦。大家唔使擔心，我會逐步嘅講解。我哋將睇到嘅三一上帝、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有着相同嘅管理理念，呢個就係上帝管理嘅內容。我哋學習管理嘅理念咧，係講緊一個永恆不變嘅基準。如果我哋相信管理嚟自上帝，即係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喺管理上邊，如果佢哋各自為政咧，定係還係一致咧，係好重要嘅。如果我哋發現佢哋嘅核心價值同管理唔一致咧，呢套管理理念咧就失去咗佢個穩固嘅基礎，管理神學咧就唔成立啦。但如果一致嘅話咧，管理神學就成立咯。咁我哋就會去到一個叫整合嘅過程。一致嘅原則同管理神學咧，咁成個基礎係點嘅咧？第一，我哋睇三位一體嘅上帝個神聖位格係獨特嘅。佢哋個管理嘅原則同埋個應用咧，應該係相同。呢個一致性咧，係就變成咗以神為本嘅管理嘅基石啦。我哋嗰個管理神學 Management Theology 啦，係建立喺聖經神學同三一神學裏邊。咁即係意味咩咧？無論聖父喺舊約中頒布嘅律例典章，聖子喺世上所做嘅管理示範，或者係聖靈喺現今嘅引導咧，都係遵從相同嘅核心價值同嗰4個支柱原則。整個管理嘅理念不變嘅標準咧就重要啦，以至係繼續其他嘅管理概念元素嘅內容、實踐嘅目標始終都係為咗榮耀上帝。我哋點樣可以知道呢個一致性呢？就係透過聖經。聖經係上帝管理內容嘅第一手嘅資料，第一手嘅記錄，係上帝俾世人了解佢嘅要求最正常嘅渠道。管理嘅內容嘅客觀咧，存在於新舊嘅聖經裏邊當中，聖經嘅權威本身嘅重要。好，第一部分我哋講聖父嘅主動同介入。聖父管理嘅呢種咧，就係講緊佢係創始、頒布同參與，居於一個主要主權主軸嘅地位。聖父最早喺舊約聖經裏邊咧，管理嘅內容就講晒出嚟，同幫助我哋確立我哋要依從佢點樣去管理。第一，聖父係萬有嘅主動同核心，佢係主人、創造者、管理者。呢個係創世記中佢賦予人類治理同管理嘅責任而確立出嚟嘅。而第二，聖父嘅管理內容咧，涵蓋好廣泛，包括立約、安排懲罰、個別同埋群體嘅教導、看守嘅用意嘅吩咐。唔止淨喺創世記第1章出現咗6次嘅管理敘述嗰個理念同頒布嗰個吩咐。創世記嘅第2章至到50章，上帝係聖父親自個別教導，介入個別佢哋內在嘅生活，例如亞當、夏娃、該隱、挪亞、亞伯拉罕、雅各、約瑟，佢哋管理內容都有嘅。仲有群體，例如巴別塔群體啦、挪亞啦同個社群啦、亞伯蘭嘅家族。聖父係負責管理埋人嘅，同時指揮人管理人。而聖經反而講管理空中嘅鳥、海中嘅魚和地上爬行嘅動物咧就不多啦。出埃及記嘅20至40章咧係設立十誡，呢個係上帝管理人、吩咐管理嘅細節同立例嘅參考，一切咧都係以神為本，唔係以人為本嘅。聖子嗰個示範加一個典範，聖子耶穌係基督喺世上係道成肉身嘅方式示範同應用聖父嗰個管理原則嘅。第一，耶穌基督係受託僕人，前幾集都提過啦，佢係最佳嘅典範，咁就肯定咗呢一個以神為本2大原則嗰個核心價值啦。佢以聖父為中心，不強奪、虛己，取到奴僕嘅形象，全心信服，以至於死在十字架上，復活同升天，盡顯本身個屬靈生命以及佢嘅神性，使用所有嘅屬靈恩賜同神蹟奇事咧發揮出嚟。而第二，喺馬太福音嘅5章17至18節。經文係話，
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本來不是廢掉，而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天地廢去，律法的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耶穌對上帝嘅法度管理係成全嘅，個人嘅管理呢係冇新嘅補充，只係加入咗大使命同大誡命嘅吩咐。而另外咧，耶穌基督嘅管理例子大多係嚟自呢一個新約嘅四福音。但佢試探過程中凸顯咗佢屬靈生命勝過成肉身嗰個方面。佢指示耶穌基督指示咗佢門徒使用屬靈恩賜同屬靈生命嘅特質。例如餵飽5000人個神蹟當中，佢同時係進行咗管理。保羅書信腓立比書2章5至11節，敘述聖子嘅僕人典範係受託僕人嘅行動嘅指標。嚟到第三，聖靈啦，聖靈嘅引導同聖經嗰個證據喺現實生活我哋能夠接觸嘅同體會到聖靈佢都喺度管理嘅，扮演指導、管理、監察、保惠師同輔助呢啲嘅角色。第一，舊約同新約咧都有記載聖靈住在我們中間嘅，管理同引導信徒同教會咧。當一個人係在對話嘅過程中咧，你係體會到讓上帝管理我，就係聖靈參與管理，幫助接收。聖靈幫助我哋分辨同作出決策，係我哋慣常形容呢個屬靈嘅旅程。第二，約翰福音14章26節，耶穌應許聖靈保惠師會教導我哋一切嘅事，並提醒我們。呢個係管理必然會出現嘅。第三，保羅同彼得分別係經歷聖靈，佢哋咧喺書信中談到屬靈恩賜，都係建立教會，參與上帝嘅管理工作。聖經係最真實嘅記錄，賦予信徒生命，一直得着聖靈沿用上帝管理嘅理念，使呢個上帝嘅人呢，從知識同實時嘅經歷表裏一致咁完成上帝嘅計劃。嚟到我哋小總結，三一上帝嘅管理係永恆一致嘅，有聖父嘅核心、聖子嘅典範、聖靈古今嘅引導證據。呢個一致性係我哋以神為本管理最穩固嘅基礎。我哋能夠喺萬變嘅世代，仍要可以心口合一嘅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上帝。有呢個必要嘅供應，以神為本嘅管理呢個理念呢，係嚟自信任聖經嘅權威，支持我哋學習呢個課題嘅幫助同埋緣由。給大家嘅題目，第一條，既然三一上帝嘅管理係一致，點解我哋喺教會聽到聖靈嘅感動，即係有自聖靈嘅引導啦，但仍然會見到教會管理唔協調呢？第二，日常應用，喺日常嘅管理同事務裏邊，會唔會刻意咁搬上帝出嚟？確認所做嘅係合乎上帝嘅管理呢？聖經嘅記載上帝嘅屬性，例如公義、慈愛、智慧、管理同教導跟隨者，我哋呢個年代仍係可以參考同使用。第三，個人嘅挑戰，以神為本嘅管理整理，因着管理嘅神學發展，可以成為你嘅管理理念嗎？願意一試讓上帝管理我嗎？留言俾我一起討論，下集見。